是为主。云岭，这边是张小路，隔壁慢慢就来了，有些在穿衣服。这边还有3个，那边还有2个，这边还有1个，不错。这来了，是这来了，这2个在一起。你们俩都看了吗？没看，我没看，那个是李康州嘛的，我不行，不知道。哇，这个小朋友。
为啥子要跟你一样长？为啥子要跟你一样长？刚刚的那个哦。我刚刚的围巾上面的，这个围巾，笑死！
以前的话就细一点，钱少的话就粗一点，那就都这样子，还是很清楚。我以前因为3公里半，我已经多经历天上这个事，这是一些方面面的。没有点看，从国外就是去中国去政府方面那个粉丝，还是要去看一下。罗山队长的，零食，给你拿零食一些。
是啊，他说没看他嘞，他昨天问我没看。哎，起来了，在这儿。八头木，等一下，你等等吧，再等着吧，等着吧。安度谁有啊？不是，可以下。他妈麻汤木哦，麻汤木在后面。稍微一点，稍微一点，那个黑衣服。黑衣服，来吧，这儿吧，这儿吧，你这样去吧，这样看。这儿等到嘛，这儿等到。啊？这儿等到嘛。就是那个白口袋嘛，不是一个吧？简单的说。哎，哥，刚才说的话是谁啊？啊？是吧？我搬了5个。还有呢？还有10个人。对，是在阿波罗前面。另外一个没开，这个啥？没有，我今天直播一直播，我想看看。是演出的吗？对，就是跟那个朋友唱的，是吧？好像是。对。分子那次还弄了那个。做把出的，在那边，对，他就跟他。他还有个有没有？刚才说那个八头木的。那个吧，是不是？明天谢谢谢谢。明天是我给你送。
各省齐整。橘色衣服那个嘛，就这个，啊。他们俩是说。切真的，切真，还有切真。我没记到点，好像是，应该是哪一个呢？他那个雍正雍里面那个。取证啊？取证儿嘛？取证儿，取证儿。取证儿。这个，他那个大的嘛，大的什么？哈哈。他们两个讲的。带中的，哎。前面。哎，就这个。戴眼镜那个，带走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
的，应该说5个，前头说3个人是大学生送的，还有昨天说6个那个礼物也是他送的。今天那个礼物是送刘商的，男生是送了一个零食，女生送了双包。多少的？多少的？再加一个绿衣服，这个是对的呀。多少？绿衣服前面，绿衣服前面。2斤衣服那个。哎，绿衣服前面。我都没，其实没看了你。我才知道。17还是？打了招呼的，他问你出去了？没有，他没有出去。我室友在先在前面。他没注意到。是说125。
现在给阿布两个那个。我真觉得他很好，他最后你叫他就是过来报一句话再子给你。他们说那里有点瘦，本来想休息的。比你手比较老的都瘦了，他们可以吧，也不是很瘦，那个17也比较瘦，他跳舞长得好。跑的，我还见了连着2届。对，他这个动作比较快，那个是这次差不多，17米的抓，一加就加一波就可以了。正好我在张他。扎西。他辛苦了，想把孩子挑要么就是经过9，要么就是尸体放到哪里去了？我和何江，哪里去了？我和何江13米钟。昨天。被你手机吞掉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转圈。爬舞的效果可以。我这还增距了。对，增到100。拍头像正好。对，单身的全拍单身的。重庆妹儿。
叫做宫保。
菜是有点多了，因为福州一次没吃，苏拉一次没吃，还有这个三一这个苏拉这边，有点感觉特别是这个筷子，就变性高，老的完美，来的快了，每个人大概4点钟到4点钟。再来一个。弟弟不会给告诉你妈妈帮你
笑笑笑笑笑。好的。再来一个，对。对。大仓鼠嘛，大仓的把它调完是吧？特别大，真的，等一下打的，打的。赶紧要走。结束了吧？那个时间到了。拿出去，拿出来给查完了。拿出来。啊，这会儿提前嘛，走了。
哎呦，就是我还是好了，我今天来了，昨天没来。所以昨天这个昨天在四川我的四川，今天人也很忙。我今天说好多话。啊，我就是你。所以啊，行了，我有你照片。啊，对，我看到了。看到吗？我给对了。有时间照，啊，对，时间了，大概把包裹拿去。拿到有时间在那个那边的摄影机上面，我来去我手线，我去把那个给小杨，我手线。妹妹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要没让你照片，照片嘛，都不会照，不会宣传，你自己照。昨天也是来的，是来的，都是他一个是。花花，你哪天我给你染成熊猫儿好不好？我昨天那天看到那个好像小熊啊，我好像就是那个嘛。有一点。改了的，我在公园那儿看的。对，我可以把花花弄成熊猫儿。他都染了的，我知道搞好去。给你们的调都变了。啊，狗狗，它这个哇，从上山开始吃，里面都是两个嘛，这个一个是交头指示，这个是前面是。等一下，我来帮你。这是欢欢。这是谁？这是谁？然后我用来这个，这个人是谁？这个是我，这个是美女，这个是我，然后我用来这样子。这个人家牙给吃，这个人没牙给你。那个熟脸咱们给他说。那个是我的朋友。哪个？哪个是你的朋友？是吧？给你拍个照吧。哎，来兄弟，过来，走了。我给你看照片，对，我看到了，我刚才差点拿错了，尤其老师。对，就是拍照片的拍照。收到，谢谢，很喜欢。这个300多万的4个，热了。走了。走了。我发现了这个证儿哈，拿起回去就是一晚上，第二天都没电的了。对，它只能几个小时。只能整个小时。因为一般人你可以用，哎，你说兄弟。不是说的呀，那也照一条嘛。好难，我真去不毕业，这让看看呢。看过去了。这个嘛就。哇塞，这个小贝好开心啊！应该是中了100多万嘛，1000多万吧。哦哟。记得吗？是不是刷了嘉年华？不是，应该这样说，照片一段挺好看的。你好好看一下。照片一段是挺好看的。本人不好看。没那意思啊，你自己说的。开玩笑。我本想找你们戴眼镜的，但是我想没找你没戴眼镜的，好像只有一个头像里面是一个深情的。谢谢。抖音里面以前的。你的那个，你现在就是女主。我以前的女主。我过期间和你在里面，我现在跟你说那个。
我的眼睛是一点就点在这前面。走。那你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是我给他打个电话吧，看一下他在哪。就是你这个这个。那你让他接啊，谢谢哦，辛苦哦。应该在对应的比较高。就他应该会对他们最喜欢吃的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咱们见过。你拍个照。就是这个是他们Hello， 大家好。欢迎你们。知道是什么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凤姐，你看一下我的粉丝，过来接我呀！真是法律吗？真是法律。来，总监。咋了？不要嘛，这个有点别扭。谁啊？天天都一点想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有点客气，不客气。哇，你好，多庆还有频道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请我拍了好多。谢谢，水 Q。回去了。切回来。真是那个没得好新鲜，它都是延期的嘎。好吧。好点的。我在那个美国孩儿长得好。自动锁定的。走马区里面还有随便是送的，那年随便我用了那个粉色的那个。这是谁来着？就是以前不是在全国那个拍的吗？哦，不是，那个这个送花的那个是谁来着？这个是谭先生。哦，谭先生。明年是苏先生，明年是新加坡那个。谭先生吗？他在直播间里面吗？谢谢。都在，现在都在。昨天他们送了5个。单独送罗马广场的就给前面送了3个，起过的。然后晚上送了6个。这还3个的，应该是微信。你说插个短裤过来吧，那是不是？来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哇塞，好漂亮啊，小勇子。小勇子，这是小勇子。还小勇子。好了。这个包包是谁的？这个吃好吗？我不懂。这个要不然你跟他说一下吧。苏先生，你看，还干嘛？没有包包。这是谁的？先上不去了吧，最近。啊，上去了。上了头头，上了头头，走吧。这是你的。那个虾，那个水。就的。这是肯定不是吧？当谁的？走吧，走。走吧。在车子上吗？不是。那你们过来之前吧。他可能晚上送礼的时候，那个车不好打，就装不上。又跑了水，他跑到车上去，车上的停在旁边嘛。然后你帮我拿着在这等我吧，我去放水。拜拜。哎，这个要贴到我的床上，床边边。哇塞，每天看着好漂亮啊！你不要看嘛，他们知道那个应该ถ่的。啊？应该ถ่的，看到我以后发了个短视频。哎，我包包。哦，刚刚有个包拿出去了。真的吗？对，鸽子拿走了吗？对。来，给你们听一个吗？我发誓，我每次都是在回去的吗？你坐嘞。要不要花钱呢？可以。你他没当然了，今天的。你去打过了吧？你还要坐一会儿吗？哎，你还等会儿吗？那你可以用这个空调的吧。我也想，我这个他引到了我的考虑。谁啊？跟我说个有谁？这就很秋季，我们去搞了个是。都在跳那个下棋卡。那个。冬季天就跳，人家那个昨天那个小罗在阿坝这边都
看到风景线上都放的是那个，基本上拿去的嘛不。是要去是他们那个有新的那个骡口沟噻，就是邮寄那个嘛，哎对，都在跳，肯定嘛。他们阿爸最多的跳。来不及了，怎么办呀？我宝宝呢？境外那边流行他们跟着跳噻，那国外也。不然境外跳啥子，他们都在跳，整个藏区都在跳。对，整个藏区都是在跳。究竟？还有个照片，不是照片，我是打印出来的，我宝宝在什么？就是一张纸把它打印了。让我看看，这老师说的对的。哦，你那个3D厉害呀！你那个屏幕上是3D不凶啊？那个阵列的问题，阵列。他那个是直播那个放的一直3D影片，跟那个阵列有关系。不是真有啥子可以，但是一般是。对着显示屏有时候，它频率达不到了，它会相片纸大印对，相片纸大印3块钱，但是有点慢，然后应该大印一张2分钟，你大印10多张那就等10分钟，这个不需要这个马上即能打印出来。相片纸的话要3元钱一张，这个打印好像就是一张的话好像几秒钟了，10秒钟就11张、12张全部出来了。你相片纸打印的话就要打10多分钟，那个时候没时间的话，要拿到发电去交工，然后还送零食那些，就没时间你不要赶了，要去用照片纸，然后叫他们A4纸打，A3也可以，A3的话相片纸的也可以，但是没时间了。他们广告真的早就刷那个也可以，那就是设备好。昨天晚上那个打印的都发了将近半个小时，一张2分多钟。那个打出来还有点湿那个，他说你以前，他一整好像打多少钱？我说1元钱一张，是啊，那没有，本来你就不能摆，我们那个是专业的。我说本来也是，别人拿文具的嘛，文具的尖子打一下，那个小朋友耍游戏，那个笔记本的在用，然后就卡，然后主要是他打印机太慢了，打印彩色这样子，一张打2-3分钟。你想打11张，打了半个多小时，我那个7点半就出发了，打到8点10多分才出发。还有一个，还有8年我都还没发。太多了，这个今天没发。太多了，今天连发3个。你说嘎错了嘛？那个普摩的嘛。对，他们应该都到那去。这个我都还没跟他发。没发，我发了几个。太多了。他那个检测的时候发了，检测时还有人1点多。邮寄老师的还没发完。还是不行了。跑跑了嘛，有点危险。带动。他拿东西去了，去慢点儿。我的包包忘记了。他是不是在那边啊？他们把带到那里。我要等他们。你看到哪儿去了？白马抱走了。真的花的，没真的花的。其实英卓要戴帽子好看点，啊。英卓戴帽子，对，你戴帽子要的。